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听到我哋石头嘅进步吼，睇下人嘅压力落几大。可是几多人期望睇我哋嘅生活地步，如果中理中家啦吼。但是有时间我睇我哋态度是真嘅地步，你这个喺啲地方都冇安睇嘅，唔可能會種嗰種過太型嘅東西。可是細型嘅植材吼，都變成我哋嘅植物啦，同我哋嘅栽培嘅東西，都變成啲人家人。歸藏會去種嘅啲東西，尤其可能你見面做行會有幾多細型嘅我哋嘅出材地方，喺我哋見面來自我哋高雄嘅苗栗州，也為伊啲工作室咧，我哋附近有嚟弄嚟現場，要同人哋去講，到底我哋講我哋細型嘅植材，我讓我去做同時，而做乜會成立也為細嘅工作室咯。我哋馬上歡迎見面來賓，我哋嘅賴燕佑嚟到現場，燕佑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高速的赖燕佑，来国苏里。好，同时哈，也位嘉位，也位朋友，彼此嘛来到我的现场。惠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南的邱惠慈。今天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福熙来的录影现场哦。因为其实就刚刚我哋开始有讲到讲，你今日先推人啦，吼，其实压力过太啦。压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常常要种一些比较让我们可以过全胎吃养的东西啊，譬如说种一些花花草草啦。但是因为其实人家人吼，蛮冇几多机会可以去种那种过太型的东西。唔像我哋以前我哋喺啲乡村的时间，出去都係啲天生啦，冇有槟榔樣啦。所以说现在的人几乎都是种那种小型的植栽嘛，哈。那提供你这个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嘛，哈。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個？當初做嘛，為什麼成立一個工作室啊？因為當初惠慈老師是在國小擔任那個教自然科學的課程的老師，所以他有設計一系列互動課程給小朋友他們去參與實驗的課程，這樣，那從中發現說小朋友在互動中其實蠻開心的，也讓原本比較枯燥的自然課啊變得生動有趣。所以我們後來發現說，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誘因跟契機，因為現在人其實都是大部分是不是電腦就是手機嘛，那小朋友也因為這樣子常常就是接觸3C，然後會忽略跟我們息息相關的環境啊、大自然啊，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透過這樣的課程啊，讓人們就是說透過小植栽的走入生活裡面，然後讓人們去親近大自然，甚至說在小朋友在小時候就是可以不用那麼的常常接觸到手3C商品之類的，可以去透過綠植啊、植物互動課程，發現說其實平板之外啊、手機之外，還是有很好玩的樂趣這樣子。你們現家嘅工作室咧，一般咧來講，你哋咧服務內容係乜嘢？工作室主要是以互動課程為主。那像如果有想要來體驗課程的話，我們工作室會有小型的課程，3到5人會到工作室上課。那有時候像是一些公家機關啊，或者是一些學校單位啊等等的，或者是公司之類，他會邀請我們去上課。那可能是活動有關的30至50的，可能是建商跟客戶的互動，或者是說保險回饋給客戶的活動這樣子，然後借此來拉近彼此互動的距離。但是蠻看到互動課程啊，就是透過老師我們一起做這個手作課程中，會有一些互相協作的課程，包括就是說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會有因為做手作啊，會一起做植物，然後會遇到一些製作上的困難，可能會問老師啊，也會彼此互相幫忙，就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樣子。等於如果我哋咧課場地部提做事嘅時間，唔係讓一定人做只夾嘅1分，可能會提他講你的空下做嘅時間，會有的大家彼此有個互動的一個情形。因為我知道說，其實惠慈老師這個本在如過附近課程的部分嘛，哈，那。惠慈老師，有沒有同我的觀眾朋友紹介一下？目前來說，你們的課程有哪一些啊？我們目前的課程呢，主要就是大致上就是分成就是有一個是純植栽，那有一些是植栽延伸出去的課程，比如說我們可能會跟水泥搭配，或是說我們會把植栽呢可能換了一個方式，然後呢來做一個創作，比如說我們可能把植栽就是做一些台球，或是說我們甚至就是把環保的概念引進我們的植栽裡面，對。
叫做纯植栽的课程？因为你刚刚说，因为目前来说有哪一些植物它是比较适合做这种小型植栽啊？通常都是摆室内。摆室内的，对，摆室内我们就会用一些小型的植物来放进去我们的室内。对，那比如说像是台球植作这样的课程，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植栽大小的局限，然后甚至说像是微观世界，比如说像生态瓶的世界，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使用非常大的植栽，我们可能就只能用一些比较小型的植物，才能摆进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瓶子里面。对。然后至于大型的植栽，可能就是我们会考虑到一些就是放在户外，那可能就是我们会选择比较大一点，比如像鹿角蕨这样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越大颗，那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定位说，它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放室内，那可能就比较适合放室外这样。对，课程是根据于今天参与的学员他的需求，还是说，我们今天开什么课程，你就是来参加什么课程？其实我们课程还蛮能客制化的，对，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工作室自己也会开课，那我们自己开课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课程介绍，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 sample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呢，甚至就是会有一个会有很多之前过往学员做的成品，我们会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大概做出来实际的物品大小有多大。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客制化说，如果今天我们开的这个课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说你很确定就是我想要上鹿角蕨这样子的课程，对，那我们也会跟你讲说，你实际上你做完这颗鹿角蕨之后，你回去日后照顾，然后你要如何照顾，然后甚至它可能会长多大，我都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斟酌说你要选怎样的植株大小，这样对。那它长大之后，要不要重新换它后面的那个附着的地方？都要。对，就是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学员讲说，那个你之后呢，如果大概多久之后，它可能会变得蛮大颗。那怎样环境可以让它生长的有多迅速？那你到时候可能就是可以怎么处理？我们都会一并把这些都是不藏私的，直接就是交给我们的学员，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说，日后我遇到了这些问题，我该怎么处理？没有错。对对对。因为今仔几多人吼来上课，迄因为讲他讲因为讲今仔几流行。嗰時攞嚟爽，唔係講其實有啲東西真係喺我上過睇，我如果其實睇我哋講室內嘅話，而且佢會有一個貼配的一種照顧的方法。哪一些課程是可能在企業跟客戶互動裡面可以運用到的課程？一般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台球，就是水泥盆手做水泥盆的製作課程，跟搭配台球的植物的這個整個課程。這個是企業比較常會選的，因為它的製作時間其實不會很長。那一般我們企業互動，如果你時間到4-5個小時，可能人家精神就渙散了嘛。所以我們一般會設計在2至3個小時內，然後讓他們在聽講的過程中有至少半個小時至1個小時可以聽講，然後我們學會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實做。然後在這個課程中，因為大家就是可能會說討論說，怎麼做，然後可能會就是會互相幫忙這樣子，所以就是會有互動的可能。大家也喜歡這樣課程，因為可能疫情2年下來，大家各自都隔離太久了，封閉太久了，所以有這種互動課程的時候，就趨之若鶩這樣子，就是很願意一起來上，然後要麼揪親朋好友，要麼就是沒有錯，公家機關或者說一些關懷的偏向關懷，他們也會找我們去這樣子。而且這種感覺好像其實是越年輕的顧客，其實比較喜歡用這種方式是去建立彼此的關係，而不是來這邊就真的就是我們來看房子，我們來買保險，然後弄到後來真的就只剩下保險的內容或商品的內容跟價格而已。其實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都變成咁模糊，但是嗰種透過一啲我哋講，譬如講用手做一啲東西嘅話，其實人同人的關係其實會更好。像這樣子，惠慈老師，你自己在上課的時候，我們看到說，因為上課的關係，讓學員的一個交流其實更頻繁。其實我們的課程還蠻常見到的，因為還蠻有趣的是，我們自己本身啊，就是定位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參與，所以呢，還蠻多都是爸爸媽媽帶小孩來上課，但是呢，
后来这阵子我们有观察到是小孩带爸爸妈妈来上课，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小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缴钱，然后让我们去上才艺课，可是没想到就是近期我们有发现说，有一些就是有些就是青少年啊，可能就是那种大学毕业刚出社会的新鲜人，然后他想要借此拉近跟爸妈的距离，那他就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上课。对，那可能他们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讨论，然后可能会互相帮忙，就是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然后甚至有可能只是爸爸妈妈喜欢。对，那他可能为了要了解爸爸妈妈的兴趣，所以他也带着爸爸妈妈来上我们的课，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哋谈好来看吼，其实我哋咧出在吼，唔但可以减少我哋的压力，同时把可以把人同人的关系绑一个圈。首先，下我哋下一节目外国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福起来耶！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高速的研友同一位家的飞子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过一啲当初做乜我成立一位描述作为一啲出仔的工作室。我想请问一下惠慈哦，因为头都有一起讲，其实你的研究的课程大部分会室内的嘛哈，那有没有室外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呢，就是一般如果是室外的话，我们会先跟对方讨论，就是他们当地的场地是不是有供电或水，因为这2点对我们室内的课程能不能整个原汁原味的搬过去，现场就是上课是蛮重要的。那假设说他如果没办法供电供水的话，我们就会想办法换成其他的，或是从中就做一些调整。那过去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到一些比较偏乡的环境上课，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台球课啊，或是像泥作这类的课程，就是整个原汁原味搬过去，因为这2个课程基本上是不需要供电的，然后也不太需要很大量的水，所以这2个课程就还蛮适合在户外上课，对。等于如果其实户外上课有一啲限制啦，吼，但是其实限制来讲嘅话，嘛可以用别的方法去改进伊。但是基本上吼，因为我哋现场有几栋带来作品嘛，吼，但是有一点问题就讲，譬如说像我们那种所谓植栽的小白，吼，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人，一般来说，一般来讲嘅话，我哋第一摆去接触到我哋的出栽嘅人来讲，他的入门的一个植栽的课程是什么？一般来说呢，如果是初学者，就是一个完全的新手，我们会建议他入门的植栽课程呢，像是手作台球课这样课程。然后或者是像我们的泥作的植栽，对，因为为什么会说是这2个课程是有原因的？因为手作台球课一般来说呢，我们使用的植栽呢，通常都是一些新手比较容易可以养成功的植物，对，那可能对他们来说，第一个照顾不难，然后呢，可能他们需要注意到细节，可能也不会非常的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会非常容易有成就感。对，那像泥作的话也是，但是泥作就等于是他把植物的盆器，过我们可能在种植植物的时候使用的是塑胶盆器这样子一个盆器，那我们把它换成是一个水泥的盆器，对，就只是一个盆器的就是替换，但是因为我们的泥作植栽比较特别的是，那个泥作的盆子呢，本身它是用具有环保概念的环保水泥制作，所以其实我们课程里面也是一直都有在引进一个永续然后环保的议题，对。从我哋现场也要两个录影头讲手做的台球嘛，哈，那一般来讲嘅话，从有嘅作品。他大概要做多久会完成这个作品？一般来说，我们的课程时间呢，我们原则上都会像那个燕佑讲的，就是我们都会抓在大概是1.5个小时至2小时之间，因为其实时间再拉长的话，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接受，那可能也会开始产生一些意兴阑珊或耐心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注意力没办法非常的久，所以呢，像手作台球课呢，或者是泥作的课程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原则上，他们可能呢大概90分钟内可以完成，对。但当然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
对，所以可能就会存在了一些些许误差。所以为什么课程会抓在2小时之内是有原因，因为可能剩下的30分钟可能就是那个误差值。对，那我们一定会让学员呢，就是在2个小时之内把你的作品全部完成，然后呢把你的作品带回家。那我们同时后续也会提供一些保固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植栽可能在后续养护啊或者照顾上有什么疑难杂症，你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咁就一般来讲啊，譬如讲人的手作台球，一贵些方用照顾啊。手作台球课呢，一般我们就是回去啊，我们会先去判断，就是它的那个台上面那个水台它的颜色，对，因为水台的颜色它的深跟浅，就是代表说它的水分的多寡。那如果你观察到它的那个水台外面那个水台颜色它开始变浅了，其实通常就可以浇水了。对，就是你直接把它拿去泡水，或是说直接拿去水龙头下面淋水都可以。哦，这样子哦，不是说用那种小小的这样子花洒类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喷。其实它用那个喷头啊，我们就用酒精喷雾瓶喷头去喷它，其实那个水分都还蛮不够的，而且很有可能你今天喷完之后，你可能晚上它就已经干掉了。对，没有错，没有错。对对对，要直接拿去冲哦。对，就是或泡水。喷的话只会有表面，很快就蒸散掉。对，我问题如何呢？因为刚刚因为有些人我们不敢拿去直接泡水，你知道，我怕它崩解。可以，对，它有线。哦，有线提嘅哈，可是其实拿去泡水，其实底部我个身体。嗰種想請問一下應用，因為其實頭先我哋咧會有講到講，其實我有的會係生意的帶爸爸媽媽來。那一般來說，你們的課程它的年齡分布大概從哪裡到幾歲到幾歲？其實還蠻廣的。小朋友如果他不是那種幼稚園不能自己學東西的，應該國小到大學啊，甚至成年人，然後退休人士都有。是，對。今年我的現場有帶到幾多作品，他們想我的惠慈老師同我們紹介一下，這個就是你剛剛所說的所謂的水泥的一個手作，是不是？对，它是我們水泥手作其實有分2類，第一類就是我們用環保水泥，然後進行灌模的那個就是灌注型的那個創作。乜講到環保水泥？環保水泥同我哋一般的封膜那有乜模不一樣咯？我們的環保水泥其實呢是使用那個我們會使用一個，就是它是來自於水庫底部的那個回收的淤泥，但是因為那些淤泥其實長期在水庫的底部它是缺氧的，對，那它也沒什麼營養價值，所以一般那些淤泥呢，我們每一年在清運的時候，它可能大部分都是丟棄的。那成功大學呢，他們的那個就是有研究室，就是有教授去進行，就是它的那個淤泥，然後將它就是把它做了一個就是做了一個改造，然後呢，它可能裡面他們有做了一些成分上的處理，然後讓它就是變成一個可以再回到我們生活中被我們使用的水泥，對，所以他其實後來把這一套技術，他們把它轉移給一間就是專門在做環保水泥的公司，對，然後我們現在用的水泥就是只要是做泥做的部分，我們全部都是使用環保水泥來進行創作，對，那這樣的話就是可以有一個永續，對，永續的一個就是永續生活的一個議題這樣。可從亞威人工亞威波嘅來講嘅話，我等於就是說我一剛開始做這課程的時候，我就要自己捏出那個房子嗎？通常啊，我們會先給一個初階的，對。那像這個就是小房子的意思嗎？對，我們要先做一個初階的。那像那個比較大眾，就是後來可能我們會再規劃進階課程。對，因為其實那個水泥呢，你從水泥的調和，然後到你要先去做一個，就是初階你要先做一個模型出來，然後我們再去做外面的那個水泥的部分。那外面的那些水泥的屋啊、門啊什麼的，全部都是用雕刻的技術去刻的，所以它並不是一片一片這樣子疊上去的，對。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如果我們之後其實想要來發展這類的課程，但是你實際上自己蓋一棟房子，心目中的小屋給自己住，可是可能這個自己住可能是給植物住，對，那這個植物又可以搭配你喜歡的植物去進行創作，然後就會變成獨一無二的東西。可是這個課程會不會變成，就是說它的重心其實已經不再是植栽這個東西，而在於是說
其实你透过植栽，就是说，就像刚刚惠慈老师所说的嘛，就是为了你的植物盖一栋房子，所以说整个后面会变成。我后来会不会把重心变成我怎么去盖出一栋房子出来了？可能有一些人会变成就是发展到这个部分去，没有错。对，但是其实呢，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说，水泥原来我们生活中盖房子的水泥可以这样子使用。对，那可能就是它也是算是跟我们生活中有一个连接，然后甚至有很多人可能过去不认识水泥这个东西，可能借我们的课程，他可以了解到说，我们盖水泥小屋的水泥跟我们做泥做的水泥原来是2种不同的水泥。那泥做的水泥原来是来自于水库底部的淤泥，那我们盖水泥小屋的水泥原来是我们生活中盖房子的水泥。因为好也站的吼，从我看到嗰段呢，讲粉膜奶水泥的一个算是盆栽，甚至是 DIY，甚至有我们扩香品。对。从来我想到讲，譬如讲，今家按流行做用粉膜奶做算植栽的一个载体的时候，是因为水泥比一般的，比如说陶瓦罐有它的算是它的优点吗？其实应该是说优点可能都差不多，因为他们都兼具了什么，就是快速吸水，然后呢可以快速的把水分就是蒸散干的功能。对，但是应该要讲说水泥其实比较容易创作。对，因为它的创作可能性比较高，然后可塑性比较高，所以呢，它可以让每个人发挥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创意。对，那我们想要的就是每个人做出不同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上一个课，我的学生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创作，就不能说是创作了，那就算是一种仿作。对，那但是我想要看到的是，我的学生呢，他可以在我的课程当中，他可以去发挥他想要的创意，然后他想要的构思，对，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真正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你讲啊，你想到讲，我们说到以前啊，能做这种，譬如说盆栽的课程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材料包放下去，每个人做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小屋，好，同样的一个酒桶，然后就生出来啊。你这样子讲，我都真的没想到，真的是讲，开始用粉膜奶发啊，譬如说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发下去一个水泥的材料包，可是我捏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干了之后就可以用了。好，这等于就是说，不像我们以前能够买到怎样的一个花盆、一个花器，可能每个人都长一模一样。对，可是按照谈好了，真是还完全没用，但是同时间嘛，还变得把的一点口场变得更多元化，每一个人可以捏出每个不同的东西。可是其實更加俾我哋出嚟嘅栽培送到更加好，唔單止係變成一啲可以減少我哋壓力嘅東西，同時喺過程裏邊嘛，每個人可以發現到自己嘅創意，同時無強嘅啲內容做出無強嘅作品。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高雄苗術組嘅工作室嘅人有係有彼此，就讓嚟現場同人講，假如你喺體擺做出摘花，你可以做那個東西。但是其實因為苗術組嘅工作室伊除嘅有一啲出摘以外，伊話有啲佢體擺嘅一啲工作嘅內容係，伊係我哋講美味嘅中途之家做嘛會變成美味嘅中途之家呢？一件事情。如果像我的人研究同人講清楚，想問一下燕佑為什麼你們的工作室又會變成流浪貓的中途之家？因為我們有常常戶外的遠程的課程嘛，那可能有時候去偏鄉、去一些鄉下就會看到有流浪的貓狗，那它可能就是被媽媽拋棄的，要不然就是說獨自落單的，或是有一些受傷的狀況。那我們看到當然也是想說那也不能不救啊，因為前不着村後不着院，他如果怎麼了，就不能說不救他，我們就直接就是帶上車，然後有籠子，我們就順便就帶進去了。對，就是從這個起因開始的，然後到後來才會變成說會去參加救援這樣子。像網絡上他們說，這個區域是不是有沒有人可以先去救？那我們看到可能離我們很近，那我們就先出發去救援了。但是這個前提也是你們兩位本身就是要非常喜歡小動物嘛？對啊，對啊。
好，因为一般人来讲啊嘛，体验可能如唔会接触到安尼的团体啊，比如讲救援动物的一个团体。二来就是说，你们还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因为其实有时候讲啊，救过了是唔怕，但是你救过了以后，救回来之后，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算是照护啊，或者是护理的工作。那一件事情会麻烦吗？要看状况，有些真的是很麻烦。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捕兽夹夹到的那一类，那我们可能会怕说伤口顾不好，或是工作室要出去，我们会优先拿到住院，然后住院 OK 没问题之后，剩一些换药的话，比较简单的我们就会带回来。然后像有些可能真的就是已经流血或者很严重，那个我们就不会第一时间就是带回来，就一定要送医院这样子。跟一般来讲的方法，人讲，其他讲够健康的情形，然后比较健康的状况之下的话，佢带过来的话，怎么用来去照顾伊啊？比较健康的情形，我们回来会先做隔离，因为外面的猫狗我们不确定它有没有像是猫瘟或犬瘟那一类型的毛病，因为那个很可怕。那个如果说我们没有先做隔离的话，那它跟健康的猫口在一起的话，那会导致传染，甚至全窝的猫都会死亡这样子，或全窝的狗都会被感染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有配合的医院，我们会先带去验有没有猫瘟之类的，会急速传染病会死亡的。如果确定没有，那我们可能就会让它在同一个区域。可是它的跳蚤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就那么快就除完了，所以我们也怕说有像耳疥虫啊、跳蚤之类的，我们可能就会让它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区域这样子，不要说跟已经没有问题的猫混在一起这样子。跟一般来讲的话，以你们的经验来说的话，你们曾经一次接受过最多的流浪猫是什么时候？是大概多几只？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到就是一个箱子打开了就6到8只，那很可怕，那惊喜包那种感觉。我们有在老家的后巷那边，就是一口气收留了小虎斑猫，大概5、6只吧。哇，那一次就是很精彩。那还好他们断奶了，但是就是很凶，也不亲人，所以那一次也是被抓伤，也是被咬。那但是一样就是带回来，然后慢慢的就是用肉泥啊，然后慢慢喂食，跟它互动，拉近关系这样子。那一次就是真的很多，因为我们不太敢接没有断奶的奶猫，那个更可怕，那个就是要付出更多心力，就是你可能要定个闹钟，可能几个小时起来喂一次奶，然后确认它的保温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遇过情形就是4、5、6只那种情形。那该给摆你觉得是人家放在那边，还是说真的就是野猫？它是野猫，那它有妈妈在带，可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些当地居民的问题，说太吵或脏乱。那我们也怕说有居民会去毒猫或什么之类，所以我们就是开始用诱捕笼去诱捕猫咪这样子，然后一只一只把它们抓进来，然后等到养到它有可能6个月，至少它的那个性器官成熟之后，我们再带去结扎这样子。今天我希望能够去认养一只猫的话，是。那以饲主来说，他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他先要有怎样的准备啊？我们会提供一个认养的资料表，然后请他填他的姓名啊、住址跟相关的，就是说工作啊，然后月收入多少。然后他住的环境如何，是透天还是大楼？那他能不能做那个安全门窗跟安全的防护网之类的？因为如果他是要认养的是猫，那跟狗不太一样，猫比较麻烦，猫要注意到很多细节。那我们会请他填这个，那请他勾是不是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下一步就是说，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家访来看看你家的环境？那我们也会去厘清说，你们是情侣共同认养，还是说你个别认养这样？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说有大学生情侣，他们就是就是说他可能2人热恋中就想要养宠物，可是分手之后那个宠物就互踢皮球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会想要厘清说，如果您自己认养 OK， 那家人会不会反对之类的？对，就是我们会有做很多厘清，就是说他在认养前会厘清这些东西，然后当然最重要是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养过猫，因为很多一般大众他会把
养狗的那一套套用在养猫上面。那以前我也是养狗居多，可是后来接触猫咪的时候，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么多眉眉角角这样子。真的，养猫跟养狗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乡下养狗真的就是像就是自己爷爷他自己会保护它，但是养猫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而且那汤空的讲吼，真的是但是把没有丢骨了哦，其实那把没有一本你修的时间嘛，贵兄就好像是嫁女儿一样的哈，你真的是会身家调查，然后看他到底有没有养过猫，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当你认养之后，其实我们真的会希望说你认养了，你就是要养它一辈子。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一个算是饲主的一个算是他的自己的生活环境啦，他照顾宠物的能力啦，甚至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对待动物的那种心态，其实也要调查清楚。那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你的自己的工作室被认养的猫多不多啊？其实蛮多的，大概我们不算是全职的那种救援的爱爸爱妈，因为我们的规模算小。那我们送出去也有10几只、20几只了。那如果说跟那些全职的爱爸爱妈比，那可能很九牛一毛啦。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心意非常重要，而且你们的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提供你这个有的电猫嘛哈？对。蛋卷。蛋卷。蛋卷。那不同的观众朋友 say 给他讲，这个电猫是怎么来的？然后以这么的蛋卷。就是有去年的88节，我们去吃饭。那刚好看到网络上有救援，然后他说在七贤路上的彰化银行有一只猫，好像它快不行了，是可能刚断奶的幼猫。然后我们看到说就想说要救吗？因为其实那时候也很多猫了。那我们绕回去的时候，发现说那只猫还在那边的时候，觉得说哇那不行，还是得救，那就是把它捞回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救它的时候，它已经是没有什么力气，也不会反抗了。还要躲在那个银行外面的铁卷门的下方，这样子被一棵那个植物挡着。那我们就把它带回来。然后带回来之后，我们第一个时间当然是先带它去医生那边检查有没有寄生虫啊，什么问题啊。然后检查一轮之后没有什么，就是说太虚弱没有食物，我们就把它带回工作室。那带回工作室之后，它就是很虚弱，它也没有进食的欲望。我们看上不行，因为摸它的身体是它有点在失温的，它温度有点偏冰冷，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针筒去吸那个宠物的肉泥给它灌食。那灌食之后，它真的有慢慢恢复活力，它才会变成说我们一路这样就是养在工作室慢慢养大，它就变成电猫了。然后后来我们也不经意的发现说，其实它蛮不怕人的，因为我想说他工作室没有人陪伴他也无聊，所以我就会买那个背带让他去爬树，然后我就带他出去外面接触人，然后让他去爬树这样子。他久而久之，他就好像也不怕人，我们学员来的时候，他也可以接待贵宾的，对。可是其实真是讲一种缘分啦哈。假如说可能你们这样绕一圈，他还在哦，说不定晚一点去，它就已经不在了。对，OK。可是我之前还有一种归 T 配的养分啊，可是更特别，就是说，其实你们从一方面有做一个植栽的一个课程的工作室，同时也是一个猫的一个中途之家，就是我的工作室有利用某 Q 的功能。但是这节目最慢了哈，就像慧慈老师同人讲一下讲，譬如讲，你更加要我们讲出材的工作室的一个课程的保养的一个方式很用的呀。报名的方式通常有2种不同的途径。第一个是我们采取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脸书的粉专，会我们每个月工作室定期的那个课程的报名表。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点进报名表，然后参考我们的课程，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报名。那另外一种报名方式是有别的机关团体跟我们配合，比如说像是饭店，或是说某一些环境场域，他们可能有一些课程上面的需求，然后他们会来找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时候他们就会由对方单位那边，他们会自己帮我们招生。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也会一并的，就是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然后一样就是当地地区的那个朋友，如果刚好在就近，或是说对我们课程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前往这样子。里面的谈话来讲，就是报名的方式归弹性啦吼。对。睇我哋节目底部有看到讲，今日有大量嘅龟贴配嚟嘅红嘅，佢红嘅希望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好冇？
中间那个玻璃瓶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叫生态瓶体验课的课程，然后这个生态瓶体验课呢，它其实主要的概念，它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环境玻璃瓶里面的环境是一个生态系。对，那我们要在这个玻璃瓶里面，就是创作我们自己的生态系，就是说里面的东西，我会给你，我们工作室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素材，然后呢，里面的素材就是你要怎么去摆放，都是随你自己的发想，对，并没有局限说一定要怎么去摆放，然后要怎么去进行创作，对，然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因为它为什么要叫生态瓶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这个空间里面非常的局限，但是它同时又需要有一切一切植物需要用到的阳光、水，然后还有空气。对，那水分的部分呢，它不需要跟一般的植物一样，可能要常浇水。它对于水分的需求，其实就是大概就是1-2周，甚至可能可以更久才给一次。那端看就是看里面的植物数量，那里面的植物也是会持续成长，所以通常我们也会跟学员讲说，那你的植物如果长得非常茂密之后，你可以怎么去处理，然后甚至你可能可以再从原本的这一瓶里面的植物再去创作另外一瓶，对。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更加后生的人啊，做线条、制作规贴片，伊唔单止讲係做一啲我哋出彩嘅工作室，同時亦要把環保還有愛惜生命，也都冇向我觀念，俾我向我一啲工作室裏邊。經過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的分享，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